歡迎大家嚟到星期二得到節目。好啦，我係各位嘅節目主持，我係 Johnny Fox。好啦，我哋今日繼續嚟到2026年嘅2月10號啦。好啦，今日係星期二啦。我哋繼續嚟到星期二，我哋繼續同大家揭露最新嘅香港時事噶。好啦，呢一節咧，我哋當然要繼續同大家咧揭露噶。無論發咗咩事情都難以掩蓋噶。就係香港政府咧嘅政府官員咧嘅內鬥噶。好啦，點解香港政府嘅官員會內鬥呢？恐怕而家咧真係可以咧將香港政府大致上咧劃分咗做兩類噶。第一種啦就叫做反李家超咧陣營啊。好啦，咁反李家超陣營咧嘅官員咧應該呢個數量都頗多。反李家超陣營咧係同意識形態唔需要有關係，純粹想踢佢走，或者咧係想同佢競爭取而代之咁咧嘅人咧係好多。好啦，而另一種咧就叫做李家超咧嘅依附者咁呢啲會係咩官員呢？呢啲官員咧就唔使講啦，多數咧都係喺李家超咧當政嘅年代先至咧係升官嘅官員佢哋當然有強烈嘅誘因出嚟護主啦。因為如果唔係李家超升佢，佢都冇得做咧而家個位。好啦，咁所以順理成章咧就係佢一定需要出嚟咧護主噶，因為佢已經變成咗同李家超咧可能係形成咗咧共生關係。好啦，而咁樣嘅人數嘅官員其實咧係數量有限。好啦，咁大家如果睇下咧中南海嘅情況，即係中國咧嘅政治如果你睇中國嘅政治，你就見到啦。習近平咧呢上台嗰10幾年，基本上咧就喺成個內部進行咗咧大清洗噶需要將大量嘅人係炒咗去，跟住咧就係再升人上嚟。其實都係呢個咧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舊嘅人馬對佢嚟講係敵對，只有咧新升上嚟嘅人先算係咧自己人。然而時候咧自己升上嚟嘅人咧都係敵人嚟噶，亦都咧係會照炒咧不誤。好啦，最明顯嘅例子就係呢個咧解放軍咧裏邊。好啦，咁睇翻咧最新嘅消息咧嘅報導啦。好啦，咁消息咧嚟自咧明報噶。明報咧就係引述咧係政務官咧分析噶。要講呢個咧巴士安全帶之亂。巴士嘅安全帶之亂咧已經係觸發係香港政府內部咧嘅內戰噶啦。好啦，點解呢？因為呢一個咧陳美寶涉嫌係出嚟賴得就賴噶。咁陳美寶想出嚟係幫呢個咧李家超係辯護，幫護主出嚟。咁我已經解釋過呢個原因因為呢個咧陳美寶正係李家超咧係所升上去噶。好啦，恐怕呢個咧陳美寶而家咧即係運輸及物流局其實等於係同緊其他政府部門咧開戰噶而最明顯開戰嗰個部門就叫做咧係律政司因為咧根據運輸及物流局咧嘅講法，今次個法例嘅失誤就係有技術上嘅不足之處，個法例係未能夠完全反映立法原意噶。好啦，咁相關咧嘅言論係引嚟呢一個咧係律政處嘅內部相當之咧不滿噶甚至乎已經同呢個咧運流局爆發呢個咧激戰噶。好啦，由於直情係成個運流局係將成個責任咧係拱俾咧律政司因此出現咗咧兩個部門咧係鬧大交咧嘅情況噶集體咧話睇唔到，集體疏忽，再去到咧集體係推卸咧責任，互相撕咬對方，就話對方咧嘅不是噶。咁律政司有冇啲咩誘因係要保護呢一個咧李家超咧？都唔係完全冇噶不過大致上嚟講咧，香港咧個政府裏邊嘅律政處咧就從來都算係一個咧係獨立嘅山頭嚟噶幾乎唔會咧係咁容易俾行政咧干擾到因為香港咧大致上都仲係行緊咧英國制法律因此就只有咧係法律界咧嘅一小撮嘅人先至咧有機會係能夠躋身呢個咧律政處噶而基本上其他嘅政府部門完全冇辦法咧觸及呢個律政處內部當然啦，未來就好難講啦，因為而家你香港再大陸化，香港嘅法院全個世界都冇人承認咁恐怕香港嘅法院就要行翻啲舊路噶要同中國大陸融合都唔爭在啦。而家你上邊啲嘢都落晒嚟啦，都唔爭在啦，揾埋中國律師
好啦嗱，真係我都唔知道咧，香港其實嗰個叫做法律制度同法律界嗱，可以頂多幾多年？恐怕真係咧係5至10年之內嚇，可能就已經玩完噶啦。好啦嗱，一個咧巴士安全帶下嘅事情，就徹底觸發咧係政府內部咧嘅劇烈咧鬥爭噶。嗱咁而家咧唔同嘅政府部門當然係會競爭啦，因為始終冇人想咧孭個責任。好啦嗱，而且今次都唔係一件小事嚟㗎，因為咧根據咧係個建制嘅風聲，呢件事咧係令到中聯辦仲有港澳辦咧相當之咧不滿㗎。好啦嗱，因此如果而家咧係食死貓，幫呢個咧運流局啃咗呢一件事，咁恐怕呢個責任就會去咗咧係律政處嗰度啦。咁即係咧無端端要食咧政治嘅死貓，而食咗呢隻死貓，好簡單啫個後果，隨時咧冇得做，隨時咧俾人咧取而代之。好啦嗱，所以啦呢個絕對係一個權鬥嚟㗎。好啦，而政府咧係宣布暫緩法例之後，仍然係冇任何嘅官員咧係出嚟咧負責㗎。而呢一個咧前立法會嘅田北辰就喺社交媒體咧 Facebook 就係出嚟質疑㗎，就係話呢一個咧係陳美寶㗎，就話喂，而家你成個局又話睇漏咗，又話呢樣又話嗰樣，又話極少數嘅人咧要出嚟咧係要承擔咧責任。好啦，咁到而家咧都冇任何一個咧係官員係出嚟承擔今次呢件事呢個責任㗎。田北辰咧就出嚟質疑㗎，話我需要負上責任呢7個字係咪咁難開口呢？梗係啦，因為如果講緊呢句，恐怕咧就等於就係孭晒呢個政治咧隻鑊啦，等於咧可能係會被踢走㗎。嗱咁田北辰咧最合理嘅質疑係咩呢？就係呢個咧律政司㗎。律政司理論上係有份參與，而個風聲就流傳相當之不滿。咁但係就見唔到咧律政司咧出嚟反駁呢個咧運流局㗎。嗱咁到底係咪真係？要去到食死貓嗰陣時，又或者要負責啦，有人要下台，先至話喂，唔關我事喎，喺運流局做錯啫喎。好啦嗱，不過如果咧詳細再諗一諗件事，雖然咧我都係判斷係香港政府嘅李家超咧睇錯嗰個法例，但係我都唔可以咧100%咧排除，唔能夠排除就係個責任其實一直咧都喺運輸及物流局咧嘅上邊。如果佢哋一開始就係打算所有巴士都要有咧安全帶法例，而並非新登記咧巴士。而佢哋咧又搞錯咗呢一件事。佢又冇咧同呢一個咧係叫做律政處係詳細咧講清楚。咁律政處咧就以為係新登記咧嘅巴士就先至受到限制。好啦，即係話咧雙方個溝通如果咧你真係要追查翻，其實咧兩個部門就會相當之醜怪噶啦。因為恐怕咧要互相係將大家咧個溝通。兩個政府部門之間呢個溝通係書信往來嚟㗎，即係內部文件。理論上呢啲文件咧喺有絕對需要嗰陣時，可能會咧係叫做係需要披露。好啦，然而你知道咧，當然呢個係政治炸彈嚟㗎，恐怕咧就係等於係互相要爆料嗰陣時，就係咧係大件事。仲有啦，如果咧你講緊正常嘅一個客戶委託一個律師去寫文件，理論上咧個律師唔可以咧無端端咧出嚟爆料㗎。即係話例如明明係個客下個電郵咁同我講嘅，我可唔可以同佢爭拗嗰陣時係第一時間將個電郵拎出嚟呢？咁可能好多人都唔知道。其實如果你係法律界嘅行業，你係唔能夠咧係將嗰個叫做電郵第一時間拎出嚟㗎。但係因為嗰個電郵咧係受到法律咧嘅專業特權咧保護，只有喺特定嘅程序、特定嘅情況之下，先至有機會咧可以拎出嚟披露。相同個原理個原理理論上咧，律政處都係類似嘅情況，但係我唔係咧係完全等於一個咧普通嘅律師或者大律師因為佢哋係政府部門，可能受到唔同法例監管，但係嗰個叫做律師或者係任何法律專業個原則咧基本上都一樣。好啦，換言之，而家咧係演變成為政府部門裏邊嘅一個政策嘅事件，搞到咧兩個部門而家係正在咧紮馬㗎。好啦，咁一個安全帶法例都搞到咧成個政府部門咧係需要內訌。咁一個咁樣嘅地方點樣安居樂業咧？其實而且仲要咧冇人出嚟負責。我哋呢節同大家暫時講到呢度，請各位記得繼續係節目撳 like。繼續社交媒體 share 我哋節目，繼續建設性留言啦，亦都請打開我哋本台節目清單，欣賞播放再播放啦。好，我哋今次時間暫時講到呢度。
大家好，歡迎嚟到我哋黑池嘅酒店。我哋為咗香港人提供一個好便宜嘅居所。嗱，大家啱啱嚟到英國嘅時候，其實係好難即時可以揾到屋租嘅。嗱，所以我哋咧為大家提供一個廉價嘅暫住服務，大家可以用一個好低廉嘅價錢租住。我哋嘅酒店有單人房、有雙人房、有家庭房，每個月由300磅左右起，提供一個短期嘅居所，只係收1個月按金。咁啊，大家咧當然最少住1個月啦。咁所以咧價錢唔係好貴嘅啫，亦都唔需要帶好多錢先至可以嚟英國。為一啲經濟方面唔係咁鬆動嘅朋友提供咗便利。嗱，我哋亦都有旅遊包車服務，可以藉住由唔同嘅地方接送去到黑池嘅酒店。如果大家有需要嘅話，可以直接向我哋嘅酒店負責人聯絡。繼續節目之前，先要多謝 Surfshark VPN 支持本台。Surfshark VPN 可以保護你嘅個人資料被盜取，避免俾黑客盜用信用卡。上網可以體驗冇廣告、冇彈出視窗、冇追蹤嘅網站。粉碎審查制度可以幫助你繞過政府嘅審查，隱藏你嘅網上記錄，可以自由訪問新聞、娛樂同社交媒體。100個國家3200多個伺服器，可以睇 Netflix 同 Disney Plus 唔同國家嘅節目。不限裝置，訂閱 Surfshark 可以一家人用，幾多部手機電腦都可以共用一個賬戶。仲未安裝 VPN 嘅朋友，記得快啲安裝 Surfshark VPN。